澳洲华裔作家杨行军去予中国以间谍罪判死刑，原期2年执行。中国外交部讲，因是依法来审理，不过澳洲是强烈反弹，条件中国的大使表达抗议。有学者认为讲，这项判决会予两国的关系变更较歹。和中国关押超过5年，澳洲的华裔作家杨行军5号和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间谍罪，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伊个人所有的财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杨军的各项诉讼权利，尊重并落实了澳方探视、获得通知等领事权，安排澳方旁听了案件宣判。杨行军本名杨军，捌伫中国外交部工作。1999年移民澳洲，以作家的身份伫咧海外活动，直接发表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言论。2019年1月，伊甲伊的牵手后生到广州看伊的家人，伫咧机场被拘留，一直到即马。拘留期间，杨行军的身体无啥好，伊担心家己可能会死伫咧监狱内面。澳洲的外交部对这项判决感到真震惊，并且讲就澳洲政府的理解，若是2年内无再犯严重的罪行，杨行军会被转至无期徒刑。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appalled at this outcome. We will be communicating our response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s a first step, I have directed my secretary to summon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to express our objection.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relationship can improve if one party is committing act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gainst another. And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 real setback on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澳洲智库学者认为，这项判决为中国双边关系造成影响，并且会继续一段时间。因为判决让人看出中国制度的无透明性，一个对外国政府甲公民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完全拢无关心。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